主后2025年10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听信福音的人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加拉太书第3章第1节到第5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加拉太书第3章。恁这个戆加拉太人啊，啥人甲恁迷惑？耶稣基督顶十字架的事，敢毋是真清楚显示伫恁目睭前？有一项代志，我甲恁请教：恁领受圣神是对守律法，还是对信所听到的福音？恁若遐尼戆，恁既然对靠圣神开始，现在要靠家己的气力来完成是无？恁有遐侪受苦的经验，兼拢无路用，一定有接到上帝赐恁圣神，搁伫恁中间行神业，是因为恁守律法，还是因为恁信所听到的福音？听信福音的人，保罗直接挑战加拉太的信仰群体。有一项代志，我甲恁请教：恁领受圣神是对守律法，还是对神所听到的福音？保罗运用当当时演讲术的质问评级法，用问题带出叙事的主轴。听信福音，希腊文原意是对信仰的听从，也就是对基督耶稣救赎的坚信。保罗运用反质问的修辞方式，提醒加拉太信徒思考，伫因信主的历程中，听信福音之初是靠甚物领受圣神的？保罗指出，绝对毋是犹太律法，是单纯的听信。保罗提出质问：恁这听信福音的人，为甚物还无知相信迄号称宗教权威的人所带来的指导呢？当年摩西伫以色列人民面前颁布10条诫了后，人民的回应是：将上主对你讲的话，拢甲阮讲，阮要听，嘛要实行。总是上帝知影这群人的本质，反复无常，顽强任性，搁欠缺忠心。因为安尼一再提醒以色列啊，着注意听，着确实遵行。今仔日，咱生活伫众声喧哗的世界，就算咱嘴耳宣称我要听上主的话，搁照安尼遵行，但是听归听，上主的话往往简单诚做耳边风。咱若真想要改变，必须听信福音，伫心内留空位互主。西方某一座大城，有一位女信徒坚称，伊亲捌见到耶稣。主教为着辩白真伪，决定亲自前往查考。找到女信徒就问：姊妹，你敢真正有亲眼见到耶稣？伊真肯定回答：是啊。主教接续讲：若安尼你下回见到耶稣的时，我爱你问伊，顶一回我告解时，承认倒几件罪？女信徒目睭大大对，硬硬问讲：主教啊，你敢真正爱我问耶稣，你过去犯甚物罪是无？主教坚定讲：确实安尼。若有任何动静，请拍电话互我。10日后，女信徒拍电话互主教，讲伊搁见到耶稣。无久以后，主教出现伫因兜门口，问讲：拄则你伫电话中甲我讲，你搁见到耶稣，
那呢，你有问我爱你问的问题啊无？伊讲有哦。我问耶稣，你顶回过界的时，愿意认什么罪？主教满面期待，身躯出院前问伊，耶稣讲什么？伊爱主教的手注神看伊的目睭讲，主教下面确实是耶稣的回答，伊讲我袂记得啊。这互咱想到会爱笑的故事，真正要提醒咱的是，听信福音的人是用袂动摇的信心领受，明了家己的罪，毋若得到主的饶赦，一定也互伊放袂记得。当咱蒙受这无比的疼，圣神会互咱明了，只有基督耶稣十字架的救赎，才会当带领咱行上对毋信到信的信仰之路。默想，伫我听信福音之初，是靠什么领受圣神的？伫我听信福音之初，是靠什么领受圣神的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我的心常常互世事蒙蔽，耳孔常常受世俗之声影响，求你帮助我专注聆听你的声音，搁引带我行伫信靠你的道路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有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